演咗佢一個非常之精湛嘅歌技啦。咁我哋今日再次拎佢出嚟咧，咁相信佢帶俾大家更加精彩演出嘅就係嚟自 5C 嘅蕭永賢。不如呢個我哋第一同大家講幾句先啦。蕭公子。有冇嘢同樓上班主任講啊？真係。之前不如講下你今日唱咩歌啊？我今日唱張學友嘅舊歌《李香蘭》。李香蘭，好，我哋交時間咩？超難唱。3個超人。以後冇得衝出去喎，而家。冷清風，我心何冷清風。太近個咪。雪花中，這走山中。夜雨高。超勁！回頭只是夢，無法感動，留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。再發生霓虹。卻像有無數説話，可惜我聽不到。是不走自容，或我心中痛，我已感心動。那可以投照片中，盼找到時間戀童。夜風中，告知我難尋你夢中。回頭也是夢，仍似被動，逃避凝望你，卻心人紅中。再發生霓虹，如冰霜不動。卻像有無數説話，可惜我聽不到。是杯酒自濃，或我心中痛，我已感心動。我壓手喂，得啦，出嚟。冇啊冇啊，太遲啦。太遲。
像花心美紅，如風霜不動，牆上有無數説話，可惜我聽不準。是杯酒漸濃，或我心真空，何以感心痛？哇！尖先帶頭拍手啊！仲有，你睇緊誒仲有啊！是杯酒是夢，或我心像紅，冇嚟啊！冇嚟啊！心痛。蕭公子，失敬！啊，小弟今晚考咁角色，唔知可唔可以？你覺得自己唱成點啊？我要問下我啲同學，你覺得我唱成點啊？好！哇！真係屈晒機啊！咁唔該晒師傅。多謝。咁我哋就一於繼續俾佢屈機，我哋請多個 Form 7嘅出嚟，嚟自 7B 嘅 Harry。